县政府文化局甲南投县德艺学会举办着德工艺教师的培训营，带领着学员来认捌着德雅的历史文化，嘛实际来做德工的艺术品，要培养更较侪德工艺艺术家，把这个技艺传承落去。 无论是用德雅打造的公车亭，或者是结合音乐元素的德雅器，拢会当展现德工艺对德山镇的重要性。德山镇嘛特别举办一系列的师资培训课程。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人，可以更了解到主编，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技法或是一些教法来针对这一次课程。 即摆是设计较简单的德编课程，让学生会当伫课程当中学到技巧，应用伫未来教学。老师教的技法，在于国小生来讲，其实可以用简单的步骤，然后教会他们做成一个简单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对孩子来讲，在手部肌肉的发展上面也都是有很好的运用。这样。透过训练课程，希望会当培育出更较侪德工艺艺术家，互更较侪人会当知影这项传统工艺水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